搭咗咁耐巴士，我哋終於嚟到藏和粵府啦。係啊，好開心啊！原來飛自駕都嚟到㗎喎。Hello， 歡迎收睇阿舒爸 TV。上一集我哋分享咗仙台站附近嘅購物攻略，詳細開箱咗仙台站附近嘅商場同埋商店街，亦都開箱咗一間仙台嘅平價酒店同埋文青咖啡。如果中意行街買嘢，可以睇翻我哋上一條片。而今集我哋會同大家由仙台去山形嘅藏和粵府。首先會詳細介紹去藏和粵府嘅非自駕交通資訊，再詳細介紹藏和粵府嘅觀光資訊，亦都會分享山形站附近必食嘅餐廳同埋必買嘅手信。影片開始之前，記得俾個 like 呢條片 ，subscribe 呢個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埋我哋個 IG 啊！上一集講到我哋住響仙台嘅可欣娜酒店，詳細嘅酒店開箱可以睇翻我哋上一條片。啱啱都有講過，今集我哋會先介紹由仙台去藏和粵府嘅非自駕交通資訊。今次我哋會由仙台酒店出發，首先會響酒店對面嘅巴士站搭巴士去山形站，再響山形站搭另一架巴士上藏和粵府。呢兩程巴士嘅車程加埋總共需要大概3個鐘頭，亦都可以選擇由山形站出發，咁就可以搭小程巴士。如果你都係非自駕，我哋會建議星期六日去，因為山形站去藏和粵府嘅巴士要喺特定日子先會有指定班次上到去山頂。首先會詳細分享下由仙台去山形站嘅呢程巴士。我哋今次係搭高速巴士，由仙台搭到去山形站。呢程高速巴士嘅班次都算密，我哋係朝頭早大約7點鐘左右響港大通一番町站度上車，而朝頭早8點鐘左右就會搭到去山形站。呢程車大約係1個鐘頭多啲左右，單程嘅車費大約係1100 yen。除咗高速巴士，亦都有3家巴士由仙台搭到去山形。當然你都可以選擇響山形住一晚，再直接響山形出發。嚟到山形站啦，如果想住響山形，可以考慮呢間響正山形站旁邊嘅酒店。呢間山形酒店叫做 Hotel Metropolitan， 佢嘅地理位置真係超好。之後我哋會行去山形站東口附近嘅巴士站，呢個巴士站有巴士搭上去藏和粵府，就係呢個1號巴士站啦。我哋會搭 Z91呢班車，目的地係藏和艾田山頂，希望冇讀錯啦。藏和艾田山頂亦即係藏和粵府。呢班車嘅班次真係好少，響4月26至到7月31號期間，逢星期六日同埋公眾假期，先會響朝頭早9點半有一班車上去藏和艾田山頂。而8月1號至到10月19號期間9點半嘅呢班車先會每日運行。而啱啱講嘅日期，每年都會因應天氣而有啲變動，所以巴士嘅確實班次要參考翻巴士公司嘅官網。而呢條片嘅 description box 亦都放咗官網連結，方便翻大家。所以啱啱片頭都有講過，非自駕嘅話，我哋係會建議開山期間嘅星期六日去。而呢程巴士要搭大約個半鐘頭多啲，單程嘅車費大約係1200 yen 左右。沿途會見到未結冰嘅藏王樹，而搭車嘅期間會簡單介紹一下藏和粵府。藏王山係一座位於山形縣同埋宮城縣邊界嘅活火山，佢係日本東北最出名嘅山脈之一，海拔高達1841米。而藏和粵府就係一個位於藏和五色嶽上面嘅火山口湖，湖嘅形狀就好似一個大窩，所以被稱為粵府。呢個火山湖深27米，周長1000米。湖水嘅酸度極高，所以湖入邊係冇任何生物。呢個湖嘅水亦都不能飲用，遊客只可以由遠處觀賞呢個火山湖。而湖面嘅顏色會隨住日光變化變成深綠色或者藍色，所以亦被稱為五色沼。而藏和粵府通常會於每年4月下旬至11月上旬開放，開放日期會根據天氣狀況而有所變動，所以確實嘅開放日期要睇翻官網。我哋覺得比較穩陣嘅觀光日期會係5月中旬至到10月上旬。大約響朝頭早10點半左右就搭巴士由山形站嚟到藏和艾田山頂，落車位係個停車場，呢度大約有320個泊車位，但落車嘅呢個時間，停車場望落去都有啲 full。呢個停車場嘅角落位仲有架賣燒粟米嘅車，因為今日好早起身搭巴士，未食早餐，所以我哋一落巴士就買咗2條呢個藏和名物做早餐。店主係一路燒一路幫粟米掃上醬汁，聞落真係好香噶。好多謝店主仲特別幫我哋切開2條粟米，呢個粟米食落係幾香甜，推介大家嚟試下。
而停車場嘅附近係有個休息站，休息站嘅一樓有賣紀念品嘅店鋪、小食店、休息區域同埋洗手間等等。呢度另一邊嘅出口可以行去藏王岳府嘅觀景台。呢度嘅公共休息區域有展示板介紹藏王岳府呢個景點。向呢個位望返出去，仲會見到啱啱嗰架粟米車。行入啲有個位可以行上去2樓，2樓會有間餐廳。之後繼續向1樓向前行，前面會有小食店同埋賣紀念品嘅店鋪。首先睇咗間小食店先，呢間小食店係冇堂食嘅位置，買完之後要去返啱啱介紹嘅公共休息區域度食。而呢度小食種類嘅選擇都幾多，必食嘅有呢個蒟蒻串，每串係賣170 yen，一串有3粒，旁邊仲放有啲黃芥末。佢係用醬油嚟煮，食落鹹鹹地又幾 Q 彈，幾推介大家嚟試下。之後會同大家睇埋小食店旁邊賣紀念品嘅店鋪，有賣藏王鎖匙扣、切卡華鎖匙扣同埋毛巾仔等等。有啲毛巾仔係宮城地域限定噶，我哋最推介買呢款藏王岳府同柴犬聯成嘅毛巾仔。後一排仲見到兔哥公仔，亦都有賣藏王貼紙同埋磁石貼，而最入邊有賣藏王 logo 嘅 T 恤。近西穩位置有放唔同嘅飲品，包括最特別嘅呢支藏王水。不過呢支水我哋飲落覺得冇咩分別。之後我哋會由休息站嘅另一邊出口行出去睇藏王岳府。呢度都幾多人。嚟到呢個位會見到有幾條路可以行，分別係向右行、向落行同埋向左行。我哋首先會開出向右行嘅呢條路，會先嚟到一個高少少嘅觀景地方。呢個位向下望就會望到藏王岳府。另外要提一提，落巴士之後都幾大風同埋有啲凍，我哋會建議拎多件有帽嘅風褸上嚟會好啲。之後過少少有得繼續向上行，再向上行多100米左右，就會去到艾田岳山頂奧之宮。呢邊係石屎路為主，唔太難行，不過會有啲斜，係要啲體力。上到嚟嘅左邊會有啲石碑，而右邊會有神社同埋鳥居。喺呢個位望落去藏王岳府係幾靚噶。之後會行去神社、鳥居旁邊嘅呢個位都係一個好靚嘅打卡位，幾推介大家向呢個位度打個卡。呢個位有個寫住艾田岳山頂1759米嘅地標。喺佢嘅旁邊仲有介紹景點嘅展板，而呢間神社唔算大，旁邊有賣唔同嘅御守，亦都有御朱印，會見到御朱印下邊係擺咗啲印住唔同生肖嘅御守，過少少仲有啲祈求幸福嘅御守。之後我哋行返落嚟中間一開頭嘅呢個位，而家會開出向落行嘅呢條路。呢條路係沙石路，比起啱啱嗰條路會再斜啲。我哋會建議要着返對行山鞋，同埋拎返支行山杖嚟行會好啲。望返上去會見到呢條路係有幾多沙石，行嘅時候要小心啲。不過行到落嚟去望藏王岳府係會近好多。行到一半嘅呢個位亦係一個非常熱門嘅打卡位，都幾多人喺呢個位度打完卡就行返上去。當然都會有人再行落啲去影藏王岳府，不過因為我哋係有啲畏高，同埋驚唔夠時間行返上去追巴士，所以我哋行到呢個位就掉頭行返上去。臨走之前補多個靚 shot 俾大家睇。如果你都係搭巴士嘅話，就要留意係得一班車由藏王艾田山頂落返去山形站。大約係中午12點至1點會有車，確實嘅時間要睇返官網。而上車嗰個位係同落車嗰個位一樣。搭巴士嚟到山形站之後，我哋喺附近揾咗間咖啡店食少少嘢。由山形站行過嚟呢間咖啡店只需要大概5分鐘左右。佢喺日本美食網 Tabelog 有3.28分，唔算高分。店鋪面積唔算大，入邊大概有10個位。主打自家烘焙嘅咖啡豆同埋窩夫，我哋叫咗一個香蕉朱古力窩夫，
呢個窩夫上面有好多朱古力醬，旁邊仲有香蕉、雪糕同埋 cream， 亦都叫咗店員推介嘅檸檬窩夫。呢款會有塊檸檬향面，而旁邊都係會有雪糕同埋 cream。佢嘅窩夫都算鬆軟好食。兩款去比較嘅話，我哋會中意檸檬味多啲，因為食落味道係會清新啲。夜飲方面，我哋叫咗杯摩卡，店員會喺你面前落咖啡同埋朱古力，好有儀式感噶。另外仲叫咗杯 ice latte 同埋而家望到嘅熱 latte。我哋覺得呢杯 latte 嘅咖啡味係偏淡，味道屬於中等。離開咖啡店之後，我哋會去附近嘅一間 Montbell 度行下。由啱啱間咖啡店行過嚟，只需要大概7分鐘左右。呢間店鋪嘅面積係幾大，佢總共分為2層，一樓係正價區域，而2樓係特價區域。呢間店仲有 tax free 㗎，所以係幾抵買㗎。喺 Montbell 血拼完之後，我哋會去食晚餐。較早之前，經塔貝羅喺網上面預約咗呢間餐廳食米澤牛做晚餐。由 Montbell 行過嚟，只需要大概3分鐘左右。呢間餐廳於1894年開始營業至今，總店位於山形縣米澤市，而我哋今次到訪位於山形市嘅分店。呢間分店響日本美食網 Tabelog 有3.61分，係幾高分㗎。啱啱都有講過，呢間餐廳主打食日本品牌和牛米澤牛，而米澤牛就係產自山形縣嘅頂級黑毛和牛。好多人中意呢款和牛嘅口感嫩滑同埋入口即溶嘅感覺。而呢間分店嘅店鋪面積都幾大，係坐得幾舒服噶。晚餐可以食 sukiyaki、shabu shabu 或者係燒肉，不過每張台上面就得一個大爐。如果同朋友選擇食唔一樣嘅嘢，我哋會建議台面個大爐留俾選擇燒肉嘅朋友用，而選擇火鍋類，例如 shabu shabu 就可以選擇用獨立嘅細鍋上。落單之後，店員會上醬汁同埋前菜。我哋今次叫咗2個 shabu shabu 同埋1個燒肉套餐，而家望到嘅係米澤牛 shabu shabu 套餐。個鍋入邊有蔬菜，例如冬菇、金菇等等，亦都有豆腐。我哋今次係選擇咗有6塊米澤牛嘅套餐。呢個米澤牛望落油脂分布係幾平均噶，每塊都幾大塊，而佢係切得幾薄身噶，淥一淥就食得。佢嘅肉質係幾滑，油脂感係幾重噶，肉味就唔算濃，係幾好食噶。之後會試埋個燒肉套餐，呢個套餐嘅肉係會比啱啱嗰個 shabu shabu 套餐再多啲。會見到呢個燒肉套餐有2款米澤牛，而每塊米澤牛望落都幾厚切。前菜方面，呢個套餐同啱啱嗰個會有啲唔同，呢個套餐會有泡菜同埋沙律，仲有唔同種類嘅蔬菜可以同燒肉一齊燒，亦都有味噌湯配飯食嘅肉粒同埋白飯。呢個米澤牛嘅油脂都係分布平均。一齊燒嚟睇下好唔好食啦！呢款米澤牛嘅肉質都係好軟嫩，食落都係油脂感強過肉味。之後會試埋另一款米澤牛燒肉，食完之後我哋覺得燒肉係好食過 shabu shabu， 因為燒嘅話會令到米澤牛嘅油脂更加香，係會再好食啲噶。如果大家嚟山形玩嘅話，幾推介大家嚟呢度食米澤牛。食完米澤牛之後，我哋行返去山形 JR 站度行下。嚟到山形站想行街嘅話，可以去同山形站相連嘅 S-Pal 山形。呢個商場有齊時裝、化妝品、特產手信同埋餐廳。不過商場購物嘅店鋪係收得比較早，夜晚7點半就會閂門。今次因為晚餐食耐咗，未有時間同大家開箱山形呢個商場嘅購物店鋪，真係唔好意思。睇下遲啲會唔會有機會補返俾大家啦。而我哋行嚟山形 JR 站，係想開箱呢間主打食品牌豬嘅平田牧場。佢響日本有幾間分店，呢間山形分店響 Tabelog 有3.31分，唔算高分。佢嘅品牌豬有三元豚同埋嚟自中國嘅金華豚，可以堂食，亦都可以外賣佢嘅炸豬扒。我哋今次會外賣佢嘅炸豬扒嚟食，而臨收鋪時段外賣嘅炸豬扒係會有特價。我哋試咗佢嘅金華豚炸豬扒，食落肉質比較乾，食落覺得麻麻地，唔太推介。之後會開箱同啱啱間平田牧場一樣，位於 JR 站2樓嘅手信店。佢係響候車室同埋旅遊資訊中心附近，近門口位置揾到兔兔地域限定嘅鎖匙扣，不過地域限定嘅公仔同埋短襪就得返次，亦都有柴犬嘅地域限定公仔同埋產品。
而我哋覺得嚟到必買嘅係呢個米餅，呢個米餅食落超有米味，亦都好脆身，仲有好多唔同口味可以選擇。第二樣嚟到必買嘅一定係山形米，呢度有賣2款山形米，分別係雪藥丸同埋美肌米，我哋會推介買美肌米多啲。呢款美肌米響日本評測之中拎到嘅評分係超越好出名嘅月光米。佢煮出嚟嘅飯粒係粒粒分明，食落仲有米嘅甜味。呢款真係好好食，超推介大家嚟買。我哋甚至覺得佢係比之前介紹嘅仙台米更加好食，亦都真係好食過月光米。第三樣嚟到要買嘅係軟糖，呢款嘅櫻桃、梨同埋提子味都係好食噶。如果中意食櫻桃，可以響度買埋呢杯櫻桃味嘅雪糕。呢杯雪糕係用咗山形嘅佐藤錦櫻桃嚟整，佐藤錦櫻桃係山形縣嘅名物，亦都有初夏紅寶石嘅美譽。呢杯雪糕入邊係有佢嘅果肉，食落唔太甜，係幾好食噶。最後我哋會去返巴士站，搭巴士去返仙台。好啦，今集嚟到呢度，好多謝大家收睇呢一集。如果大家中意呢一集嘅內容，可以喺下邊留言話俾我哋知。最後記得俾個 like 呢條片 ，subscribe 呢個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埋我哋個 IG 啊。可以嘅話，幫手 share 呢條片俾身邊嘅朋友仔。下一集我哋會繼續日本嘅行程，我哋下集見啦，拜拜。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阿舒爸，你今次食完米雜牛唔扮下可愛咁講愛斯嘅？吓？咩扮啊？我根本就好可愛。